高林区名市张庭湖19日特别安排来到美善基金会承办的台南市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进行公益之旅，除了担任一个教练陪伴身心障碍者运动以外，也参与由美善基金会甲随和益智中心共同办理的乐乐棒球赛，希望会当透过陪伴身障朋友运动，协助推广适应体育。我这次就是来陪他们一起做运动，然后担任一日教练的身份，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然后也刚好是我喜欢，然后也稍微常常在接触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开心，然后很喜欢这样的活动，所以就从台北下来台南这样子。今天呢有很特殊的活动，因为一个运动明星。张先生来我们这里跟我们的这里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互动哈，当然互动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运动，这是我们全台湾目前还是唯一一个被身心障碍者所设立的一个体适能中心，因为很多的体适能中心，他们可能遇到很多的不方便，这里的全部的设备都是为了他们所做的。美善基金会承办的台南市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是全国第一个专为提升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与视力的运动中心。不管是设备或者是环境，拢相当的优质，就是希望当鼓励更多身障朋友加入运动的行列。这个中心目前大概只要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成人都可以过来，然后我们希望他在这边得到好的属于自己的运动计划。本来我们希望都是由教练来支持，但是因为我们的障碍类别太多，所以我们不得已只好必须再邀请了很多的治疗师来协助。那因为有治疗师，有运动指导员，我们就一起会帮我们的伙伴做他的运动设计。2月20日就是张庭湖的生日，为了感谢伊的公益付出，美善基金会一直随和一直中心的万杯天赛提前为庆祝生日，张庭湖嘛许下愿望，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运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